今集會介紹珠海2日1夜5星級之旅，一邊浸浴，一邊咧對住咁靚嘅海景，同時可以免費享用兒童樂園、健身室同埋泳池。到酒店樓下一間中餐廳試下佢哋嘅精味點心，仲試埋呢個大灣區第一嘅一品烤鴨。試過之後呢，我可以講真係名不虛傳啊！早餐居然有人手拉麵，美好嘅一日當然由呢個5星級嘅早餐開始啦。印度師傅主理嘅頌缽冥想同埋精油冥想，大家有試過未呢？最後呢，仲會帶大家去拱北買澳門手信，同埋食呢個排晒隊嘅魚麵。想知更多旅遊嘅資訊呢，記得訂閱為食女王呢個頻道。我哋出發啦！今次呢，我哋經港珠澳大橋去珠海嘅，只要提前預約呢，酒店有免費專車過嚟接送。酒店提供免費接送服務，包括以下幾個地方。10零分鐘呢，我哋已經到咗酒店噶啦。今次我哋5星之旅2日1夜嘅 staycation 呢，就揀咗珠海台灣大酒店，而訂購嘅方法同埋優惠呢，會放喺片尾。地理位置非常之優越，就喺拱北區背山面海，酒店服務非常之好。入到大堂呢，有陣陣嘅香味，因為之前預訂咗，我哋好快完成我哋嘅 check in。大堂以暖色系列為主，加上吊燈，營造一個非常之舒服嘅感覺。旁邊有大型嘅梳化供客人休息。我哋乘坐右邊嘅電梯上房。酒店嘅設施，養生館、中餐廳集中喺 L2 同埋 L3 層，等陣同大家去睇下。今次我訂咗呢，就係雙床嘅海景房，單人床呢係1.35米嘅，非常之大啊！酒店免費送咗個水果盤俾我哋，同埋有精緻嘅裝飾，枕頭、床褥都好舒服，達到5星級嘅水準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為食女王啊！今次同大家嚟到珠海海灣酒店嘅，介紹下佢哋嘅酒店設施啦，同埋房間嘅設施嘅。咁同俾大家睇下先。我背後咧係一個無敵嘅海景，最正咧呢度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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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呢個都係無敵海景，但大家睇睇先。呢度咧可以一邊浸浴，一邊咧對住咁靚嘅海景嘅呢度。呢邊嘅大樓呢，全部都係有浴缸嘅，仲要呢係對住呢個港珠澳大橋無敵嘅海景。當然沖涼房呢係配有浴簾落嚟嘅，大家就唔使擔心私隱嘅問題。落咗落嚟呢，都可以睇到出邊嘅景色嘅。酒店嘅出邊係情人南路，對出呢一覽無遺都係海景嘅，遠望可以望到港珠澳大橋。側邊呢係一個浴室嘅洗手台啦，牙刷、鬚刨、護理包、梳全部都有齊。側邊呢係一個開放式嘅衣櫃，提供浴袍。而馬桶呢都係採用全新嘅智能馬桶。酒店嘅海景大床房格局呢同雙床房有少少分別。1.8米嘅大床，窗邊呢係多咗一個長形嘅躺椅，可以飽覽咁豐富鹹淡水交界所獨有嘅景色。浴室有浴缸，同一個景觀，仲有柚子味嘅浴鹽提供，仲有山景房，相對海景房價錢會平一啲。每一間房呢都係提供浴缸嘅，同埋落地玻璃。如果一家大細過嚟呢，可以考慮貴賓樓呢邊嘅家庭房，以 Peppa Pig 為主題，提供一張雙人嘅1.8米大床，同埋一張較細嘅兒童床，側邊有梳化、兒童玩樂台、辦公台，成個景色呢，真係好似畫咁樣，好似假咁樣靚到。睇個海水上面嘅顏色。因為咧呢個係兒童房嘅原因啦，呢個房間呢係冇浴缸嘅。貴賓樓呢邊呢多以家庭同埋比較闊落嘅套房為主，所以佢樓下呢設有一個小型嘅兒童遊樂場。
而住客呢係免費使用嘅。而呢個兒童遊樂場呢，非常之受小朋友嘅歡迎啊！酒店設有一個小型嘅健身房，但入邊嘅設施呢非常之齊全啦。仲有免費嘅水果供健身嘅客人享用啊！酒店呢有個戶外嘅海邊泳池，提醒大家國內嘅泳池係需要戴泳帽嘅。下午茶嘅時間呢，我哋選擇嚟到酒店旗下嘅一間中餐廳。海灣一品呢喺點心方面上呢做得非常之好嘅，我哋嚟試試點心嘅款式非常之多啊！我就叫咗幾款嘅招牌點心，每款嘅點心呢喺擺盤或者係味道上呢都非常之唔錯。中山玻璃皮乳鴿搣開嚟呢好多汁水啊！嗱，點上懷疑更加香。真係做到皮脆肉嫩。海灣蝦餃王呢係佢哋嘅招牌，大家可以睇到呢皮薄餡靚啊，晶瑩剔透，好鮮甜嘅蝦嘅味道，皮呢就煙韌韌，呢個好食喎。高升紅米腸啊，名同埋樣呢都非常有意思啊。出邊呢係煙韌韌嘅紅米腸，中間係一個薄脆，入邊呢係釀咗啲蝦肉，蝦肉都好爽脆。仲有個鮑汁鳳爪，鮑汁味好重啊，同埋炆都好腍，一下就可以脫到骨啦。仲有懷舊嘅手工大油條，油條做到外脆，入邊仲係非常之軟熟嘅。兩樣甜品，唔知中意食邊個呢？哇！一品燕窩蛋撻，睇下上面全部都係燕窩嚟噶，入邊啲蛋漿呢就非常之鬆軟啦，好滑。同埋榴蓮嘅雪媚娘，邊全部都係榴蓮嚟嘅，好香啊！整體嚟講，成餐嘅點心呢我都覺得唔錯嘅，特別是係兩款甜品啊！食完飯之後呢，我過嚟3樓養生館。今次呢，我試咗一個冥想嘅滴油療法。職員首先了解你嘅身體情況，俾份問卷你填，然後揀唔同嘅精油。今次嘅滴油老師係一個印度老師。酒店住客做 SPA 呢，仲有優惠嘅，還可以贈送100蚊代金券。仲請咗另一位老師幫我哋講解頌缽療法。因为就是每一个人他情绪还有脑压脑波都不一样，如果说大脑会就是没有时刻让自己去放松做净化的话，是听这一个心也会比较狂躁。第一次听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一个水晶波，它是做一个净化，对。如果就是说脑压，它就是平常思绪就是情绪不稳定，然后就是想的会比较多一些，没有办法让自己去做平静的话，他听这样子比较纯净的音乐，他会觉得使自己会比较狂躁。但是如果您能坚持做个2-3次，就在这边去做一下冥想，做一下水晶波的净化。那到时候您听的时候，您会觉得整个人全部都是放松的。这一个的话是颂钵冥想，这个它是，对，这个它就是需要大的这个大幅度的去敲它。搭配它这一些 D、G、F 不同的这些音，像这个大的我们叫它海底轮的一个颂钵，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顶轮的，它就是对应我们顶轮，我们有7个脉轮嘛，我们有顶轮、眉心轮，然后有喉轮、心轮，然后腹轮、太阳轮，然后到我们的海底轮，这样子7个。对，所以每一个波它是对应我们身体的一个脉轮。对，我们这些全部是手工的，所以这一种老钵是比较音质啊，然后是比较纯，而且的话会比较绵长。对，您听它的这个音，就是感觉它能量扩散的话，就会
頌缽冥想呢，係印度一個非常之好嘅放鬆方式，釋放精神壓力同埋腦疲勞，改善睡眠同埋情緒。今次呢，夜晚我哋再次選擇嚟到中餐廳品嘗下佢哋嘅烤鴨，大灣區必吃鴨。今次呢，我哋就嚟試試佢先。我哋叫咗半隻燒鴨，再加其他佢哋出名嘅菜品。每一片烤鴨呢都切得好靚，皮中帶肉，而佢對食物嘅溫度呢都非常之嚴格要求。面皮呢係用蒸汽呢溫熱煮，配有青瓜、哈密瓜同埋蔥絲嘅配料。你好，這是我們的招牌烤鴨，我們用的是北京的白羽田鴨。然後他師傅的話是曾經在全聚德工作18年。我們師傅的話，他會切107到108片，片片帶皮。現場師傅片嗰時候呢，可以聞到陣陣嘅烤鴨香味啊！佢哋嘅烤鴨呢係用明火烤嘅，椰子雞湯呢用椰子水嚟煮嘅，所以飲落去呢有椰子嘅清甜。我哋試下一嚿雞先，佢啲雞呢全部都係走地雞啊，咬落去呢有口感。前菜呢，我哋揀咗呢個有芒果同埋堅果嘅沙律，配上佢哋嘅胡麻醬，呢個帶華沙比味道嘅，有少少日式風味。嚟到中餐廳，當然試下佢哋嘅中菜啦，蟹粉豆腐、酸湯肥牛，同埋呢個手工製嘅邦邦麵。包片皮鴨呢係冇特定嘅要求啊，我就呢個呢就係貪心嘅包法啦，所有嘅配料都放埋一齊，咁包出嚟呢，一啖放落口，油脂同埋醬料嘅混合呢就非常之正啦。沙律呢，我哋淋上呢個特製嘅胡麻醬。呢個沙律呢，有顏值得嚟，材料豐富啊，入邊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堅果。好，我哋試試個沙律先。成個味呢，就胡麻醬加華沙比嘅味道，食落去呢，好有日式嘅風味。蟹肉、蟹子加埋蟹粉，配上滑捋捋嘅豆腐呢，成個口感呢非常之豐富。嗱，睇下豆腐震下震下嘅，上面有多種材料，番茄炒蛋，仲有啲辣椒，有啲肉類。上面嘅辣椒呢係完全都唔辣㗎，而家我哋撈撈佢先。嗱，你會睇到個麵呢，好粗，好有勁度啊！咬起嚟呢，煙煙韌韌，人手做係特別唔同噶。酸湯肥牛入邊原來有蔬菜嘅，就配上啲牛肉呢，佢哋酸辣適合。我哋嚟到地下呢層呢，就享受我哋嘅自助早餐。而自助早餐嘅供應時間呢，係6點半至到10點鐘，週末呢，係去到10點半嘅。咁有收費嘅，但我呢度呢係酒店包咗嘅。8點半係搶用早餐嘅高峰期，因為餐廳呢提供中西式嘅早餐嘅，好多西式嘅甜點啊、麵包啊，供大家選擇，仲可以自己看多士，多款嘅新鮮水果、乳酪、豆漿、牛奶、乾果同埋粟米脆片。款式好多，琴晚呢，就食過佢哋人手工嘅崩崩麵啦。原來早餐仲有現場嘅人手拉麵，配上唔同嘅配料，自己可以選擇嘅。仲有雲吞啊、河粉啊，現場生滾鴿底粥、蝦、魚片、豬肉、豬肝、牛肉，多種配料，蛋卷、炒蛋都有現場做噶。仲有好長嘅一條食物吧台啦，咁我就唔一一介紹啦，放片俾大家慢慢欣賞。
先嚟一盤沙律，同埋呢度嘅芝士煙三文魚牛肉都好正啊！早晨嚟一杯 cappuccino 呢，成日呢都精神滿滿。仲有我叫咗一碗呢鴿底粥，同埋一個手工嘅牛肉麵。食完早餐，我哋決定到外面行一行。經過條小捷徑呢，已經嚟到呢個公交車站。呢度呢有巴士或者係觀光巴士乘坐嘅。呢個係珠海嘅觀光巴士啦。我哋呢邊呢就行過去拱北嘅步行街，好近嘅拱北嘅總站啦。咁呢個情侶南路呢就非常之遠嘅，可以去到日月貝啦、香洲灣啦、香爐灣啦、漁女啦、愛情郵局啦。咁呢邊呢就最主要集中係珠海嘅大型嘅觀光地方啦，港珠澳口岸啦。情侶路呢就非常之長嘅，大家可以租啲單車或者呢隻雙人嘅自行車，沿途呢都有唔同嘅景點嘅。因為實在太曬啦，所以我哋決定坐10蚊的士去最近嘅拱北口岸嘅地下商場行商場食嘢同埋買手信。手信餅家巨源記啊，老字號，澳門進口，100蚊8盒啊！主要賣啲係澳門嘅手信啊、豬肉乾之類嘅。呢度呢有好幾間手信店，大家可以慢慢行，慢慢睇清楚先決定。呢度呢最主要呢係一啲小店為主噶，包括有美食啊、玩具啊、衣服都會有嘅。最後呢，我哋決定食呢間呢排晒長龍嘅五穀魚粉啊！我叫咗個魚頭五穀粉。妹妹呢就叫咗一份招牌嘅魚片五穀粉，粉面呢非常之有勁度啊，好好食。湯呢係奶白色嘅魚湯，但最唔好一樣嘢呢，即係位置要靠搶啊！買埋手信之後呢，我哋回程返香港啦。今次我係通過 trip.com 訂購珠海海灣大酒店嘅，佢哋有多種嘅房型，包括大床房、雙床房同埋家庭房，仲有好多唔同嘅套票，大家可以上去睇下邊個合適自己。好啦，呢條片介紹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看，多謝收看，下集再見。請訂閱、留言、讚好同埋分享，拜拜。